喺石岐嘅城市中心，喺旗杆新城板塊，想揾翻一套咧有性價比嘅改善豪宅。嗱，今日呢個小區咧，你一定會中意。冇錯啦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個項目咧，就位於旗杆新城嘅江悅灣啦。咁咧，佢係由展銳地產開發啦。好多朋友仔咧就唔知道展銳地產呢個開發商到底有冇實力，但係咧一提到佢開發過嘅項目咧，我相信啊，你一定會恍然大悟。我哋大家熟知嘅星河 Coco City 以及中山嘅鼎豪大平層展營天鑽，就係由呢個開發商開發。扎根中山咧已經有20幾年嘅歷史啦，可以講咧擁有非常豐富嘅豪宅開發經驗啊。咁江悅灣咧又係佢哋嘅鼎力之作，可以講咧係一個跨時代嘅產品。小區雖然唔大，但係咧花園啊做得非常精緻。喺呢度咧 KK 拍咗好多條視頻啊，大家欣賞下啦。當然啦，最重要係咩呢？就而家佢推出一隻王炸產品啊！建築面積150平方，實際使用咧去到220幾平方啊！一啲都唔比而家嘅4代住宅差，但係價格咧只有佢嘅一半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就等我哋一齊上去撳一撳。歡迎總裁回家。嗱，呢個廳夠唔夠霸氣呢？足足60-70個方啊！嗱，門口呢度有間房嘅，到時候你剝咗佢，面積咧全部都係送俾你嘅。嗱，你睇呢個戶型，呢個陽台夠唔夠大啊？嗱，呢個陽台咧，直接望到我哋嘅小區園林，樓間佢又夠晒闊喎，真係非常靚。仲要係南北對流，嗱，咁樣嘅格局肯定好中意啦。4代住宅咧，主要咧都係送翻陽台同埋露台，呢度唔同喎，呢度咧送多間房俾你啊。樓上呢間咧都係套房嚟嘅喎，成間屋3間套房，全部咧都係朝南向。自從佢做咗優惠送埋車位之後咧，呢個項目啊，簡直係冇晒缺點啊！交付標準又高喎，全部都係品牌交付，配套咧亦都係非常齊全，2公里可以到中山北站，3公里就可以到達山姆啊！衣食住行咧，樣樣都齊晒啊！如果你話買細戶型，你仲可以彈一下，但係如果你想喺城區買改善戶型，呢個項目真係冇晒對手啊！